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17日公视第2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天有什么新闻重点。饭店屏东市水光南路发生枪战，4台车2批人发生冲突，5个人受伤，其他人拢落跑，现场拢是枪击卡。受到国内大陆冷气团影响，气象署针对7个县市发布低温特报，今仔明仔天气上冷，高山嘛可能会落雪。台南某一个查某人发现有人偷看的洗身躯，警方是以社会法罚这个嫌犯3000块。受害者表示法上轻怒，伊无法度接受。来看屏东透早发生枪案咯，万丹乡一间卖薰卖酒的店家，甲一间有小姐在坐台的店家发生纠纷。双方伫屏东市水光南路发生冲突，有5个人受伤，受伤的人是送病院治疗，警方嘛在介护，嘛已经展开侦办咯。超车！车开到一半，头前向传出枪声，民众惊甲赶紧翻头。屏东市水光南路17半暝要1点发生枪击案，警方接到通报赶来封锁现场做采证，附近的居民拢惊到。有一台车噪音很大，然后后来又听到好多的枪声啊，我以为有人状况很好。乌色轿车的窗仔车身一堆枪支孔。根据了解，开枪的是万丹乡一间薰酒店的人员。现场总共3个枪手，分别是手枪、步枪甲线大枪，总共开25枪。互开枪的是一间船舶公司，有2台车互开枪，总共5个人受轻伤。枪击了后，搭入去病院，目前由警方介护当中。传播小姐坐台之间发生的纠纷冲突，而引发双方人马在网络上口角叫嚣，进而引发这一起冲突。一群穿乌衫的人半暝摕棍仔讲歹薰酒店头前的货车，警方调查发现，枪击案起因是薰酒店甲船舶公司之间发生船舶小姐坐台纠纷。伫枪击案发生进前无到1点钟，船舶公司人员才拄啊去薰酒店供店。这台啊咧，唔知啊，你警察一阵有就伫遐呢。后来他们在开晚上，我们就不想跟他们在那个。因为薰酒店涉案人员拢还未到案，警方表示已经锁定涉案车辆甲特定的对象，当伫调沿路的监视器追查当中，嘛会展开大规模的查缉，针对治安热点等区域加强临检，希望赶紧破案。公视新闻陈环宇、柯正俊屏东报道。再来看台铁宜兰的大溪站甲四城站的路段，昨有一个查甫人行落去铁基路，去互一台新自强号弄死。暗时，台铁甲警方找点外钟，才找到遗体。因为现场无监视器死者的身份阁无法度确认，意外发生的原因嘛爱个调查。台铁工作人员摕手电伫咧铁基路测，因为252次新自强号伫宜兰大溪到四城车站这段，敢若弄到一个撞并交道的查甫人，因为天正暗看袂啥清楚，这个查甫人的尸体找点外钟才找到。咱用8分啊，你无看啊？拄啊头骨你吹，我毋知影尾较前吹到你呢。这件意外互真侪车踢伫咧并交道头前，除了252次新自强号顶头，差不多400位乘客行程受到影响，台铁的车帮也受影响。因为台铁全线一直到17透早差不多1点才解除封锁，总共影响10台次列车，延误285分钟。出代志的所在边拄好伫咧进行工程，这个查甫人是安怎走入来，抑个为什么走入来？警方抑个伫咧调查。铁路警察局花莲分局获报后，即派员赶往现场处理。因现场偏僻且能见度不佳，大铁于23时03分方寻获。因为代志发生的所在较偏僻，附近也无监视器，警方伫咧当地调查，希望先确定死者的身份。警方呼吁民众唔通为着方便入侵或者是跨过铁基路，才袂发生危险。公视新闻采访报道。今仔受到强烈大陆冷气团影响，各地头出现11度到13度的低温。如果下暗到明仔载早起天气阁会愈冷，水汽这2天较高，所以落雪的几率会较悬。拜4到拜5就回温咯，也毋过早暗温度真差会真大。树尾结前树挂未输也一顶汤霜，拜一透早伫宜兰太平山总出现0度的低温，
气象署表示，拜一受到强烈大陆冷气团的影响，台湾各地头的温度大约伫11到13度，其中部分地区出现10度以下的低温。马祖南干8.7度，新北五股9.4度。气象署表示，这波低温会持续影响到拜三、拜四、拜五日时温度会回温到20度左右。不过这2天受辐射冷却影响，也要特别注意早晚温差会较大。这个辐射冷却作用在20号、21号是最为明显的。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10度以下一个低温发生哦，所以也提醒大家，在这一段时间，除了清晨比较低以外，白天回温也比较多，日夜温差是相对比较大的。气象署表示，拜一、拜二因为华南分河区往东边线水气较高，东部地区甲西半部山区爱注意的落雨。拜三过天气就会渐渐转大。到了19号，水汽是渐渐的从西往东移出去了，所以降雨的部分会逐渐限缩在东半部为主，西半部山区则是剩下一些零零星星的飘雨。那马上到了20号之后，环境是比较偏干的哦，只有在迎风面的花东、恒春半岛可能会有一些零星飘雨的。气象署讲，因为拜一、拜二水气是上高的，所以这次的回温较无明显，规工拢会感觉较寒。到拜三进前，各地3000公尺以上，各有东部、东北部2000公尺以上的关山，拢有可能会落雪。气象署讲，这几天一定要注意加套衫，避免感冒。到拜六礼拜天气才会较温暖。记者张家佳、谢桂玲台北报道。来看台南某一个查某人初三半暝在洗身躯的时光，发现讲有人在偷看，伊去报案，警方嘛抓到这个嫌犯哦，落尾是以社违法罚伊3000块。这个查某人无法度接受，也毋过律师是解释讲，目前规定讲嫌犯若无使用任何的摄影设备，就袂当用刑法来处罚。监视器翕到一个青训的查甫人，半暝出现伫咧南区的一搭社区，佮打开咧汽车的引擎盖，偷看当咧洗身躯的女性。查甫人发现嘛随报警，警方甲嫌犯抓起来，落尾算是用社会特殊维护法开罚3000块。由于本案未透过工具窥视，不构成刑法妨碍秘密罪，本分举罪于3月14日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裁罚新台币3000元。不离个受害的女性也是气喘喘，认为这个事件致使伊神经拢白暗暗，造心甲需要去看身心科。其他女性民众对这个处罚嘛无法度接受。好像没有站在被害者身上去着想，反而是加害者好像能够食髓知味的感觉。这样太轻了，这样会让有心犯罪的人觉得犯罪的成本很低。事实上，警方调监视器确认这个查甫人毋是初犯，也毋过根据现行的法规，若嫌犯敢若用目睭看，无使用任何摄影工具也是设备，就无算讲违反刑法的窥视罪，敢若会当以社会特殊维护法开罚。充其量只能够依照社会秩序维护法来处以罚款。另外这边呢，也建议被害人可以依照民事侵权行为损害赔偿的请求权基础来请求行为人负担损害赔偿之责任。这个案件致使受害者心理有真大的创伤，也事件发生的社区，当地里长为了防止类似的案件搁再发生，表示会加强社区的巡逻甲宣导，加强保障女性的骑街安全。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咱国内诈骗真严重，去年是靠银行甲警方的合作嘛成功阻止超过101亿的诈骗。最近台北一个老大人讲要去银行领100万，讲因厝里要装潢，警方问探户调查，才发现讲是投资的诈骗。你真正是遇到诈骗。警方签订0万交代，领钱都要三思。因为这个阿伯要去领现金，一个手就是领100万。不过去问到要摕来创啥，伊敢若讲厝要装潢，对有路的部分是讲甲提提吐吐。原来这一切拢是诈骗集团教的，因骗这个老阿伯投资实体黄金，去银行领钱，都要找理由甲行员骗。不过这一届的瘪坑一大公信，都是做伙去的外籍看护。同行的看护向警方透露，陈女士受到人家的指使，所以谎称取款的用途。要闪过柜台人员的关心，早期的组织家的手路嘛，清在看得到这种的。房子买哪里？那你们这个我们自己的钱。老阿伯领的钱是搁较大条，有甲330万。表面上是讲要买厝，不过煞是去互骗去要假投资。根据金管会统计，民众去领钱去互柜台人员认为有问题，甲主动落来的，为去年76亿到去年超过101亿。
行员甲警方真积极咧抓诈骗，毋过诈骗的话术，旧的去用突破，又搁会上新的步数来讲骗。比方说装修款、房屋修缮，或者是购买精品，还有一些像是以公司行号号称是交付货款，这些都是诈骗集团可能教民众在临柜汇款的时候会运用的诈术。常常遇到民众在警方到场之后仍会坚持汇款，那远警当然是会去持续的向民众说服。甲民众骗钱，诈骗集团用的可疑的关键字，包括厝要装潢、买精品、土地交易等等的东西，要安怎辨识诈骗？警方提醒，便若是合法的投资，去银行领钱，无可能爱讲白贼来骗银行。公司新闻台北报道。顶礼拜六，台中有民众带2个查囝在卖场踅街，因为警察接到报案，讲因破坏翕相的机器，佮甲因带转去派出所。后来所发现讲机台根本就无歹，台中市长罗秀燕甲卖场拢有回失的，也毋过警方的处理态度是引起真侪批评。环境甲商场保全到商店街啊，将魏小姐保留3人查出来，因为保全防暴警方表示，细汉查某囡仔疑似破坏拍贴机的行为。拍贴机，就是我们有进入拍贴机，也有拍到一次，所以我们这是我们3个其中1个吗？对。不过，好奇围观的人愈来愈多，环境只好请3人去边的派出所了解情形。代志发生在15下晡1点左右，警方接到商场保全报案，内底机台疑似被破坏，马上伫保全传令之下，将这个母女查掉了，互因承受真大惊吓。你要告知我发生什么事情，对，然后你要让我知道你们真的确定是警察是好人。魏小姐报办表示，迄时阵互5个警察围调咧，带电警局了后，就是半点钟，会甲囡仔身心受真大压力。警方也派人重新检视机台，确认只是机器向被叮当，无被破坏。我们以为说正常情况，如果说开着拍照，他应该就会说让我来拍拍看，就没有，他就一直往下，就是一直只看到他的头而已。所以我们就打电话请他们现场的人去看看，说机台是不是有没有被破坏什么，请他们确认这样。设备人员表示，因讲迄一日透过远端看到安尼情形了后，甲商场反映，讲请保全看设备是毋是有被破坏，是要到保全直接报警。商场也声明回失咧，不过警方的处理态度也是引起未遂争议。在确认魏女等人无嫌以后，即让当事人离去，并返回侦办报案人诬告。警方接受店家报案，到场对民众为盘查是合法的。但是当他发现是妈妈带着孩子，警察不宜要求妈妈带着孩子到警察局去做笔录。警方表示，当天是3个员警加2个训练生到场，不过考虑商场人多，为避免影响当事人权益，才请因先离开现场。魏小姐是认为身心受创，要用司法争取家己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为着要反制大罢免，国民党的主席朱立伦今仔是甲南洋立委直立反伊宣示讲，因要推杀反戒严甲反废死的公投，佮批评总统赖清德宣布讲，中国是境外敌对势力，造成两岸进入纯战争的关系。也毋过，民进党团的总调郭建明是批评推动公投是在欺骗民众。民众党团嘛表示讲，因是支持反废死的公投。戒严，反戒严，还权于民，还权于民。大声话口号，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带南洋立委伫立法院议场头前举行记者会，宣示推动反戒严甲反废死公投，要反制大罢免条，话声要锁住各国大的民主，反对实际废死，互政治无法度伸张。佮批评总统赖清德家己宣布对华是敌对势力，互两华进入兵凶战危的关系。可以因为一人的决定就可以进行宣布对岸为敌对势力，让两岸进入了一个兵凶战危、准战争的关系。总统宣布了这个赖17条之后，就包括要恢复这个军事审判，还有两岸关系现在看起来是一刀切，两边看起来是非常这个紧绷。总统跟执政团队应该有责任跟我们台湾的民众多沟通的同时，也要把它说明清楚。是毋是支持南洋推动反戒严公投？民众党团无将话讲死，不过表态会支持反废死公投。不过民进党团谴责朱立伦用党主席身份到议场门口开记者会，佮强调南洋推动公投，敢若会加速南非被罢免的态势。国民党一骗再骗，绝对灭顶，骗反废死，
骗反戒严，请到你们中央党部去做自己的告别式。立场是一个很中立严肃的民主的堡垒。大报版目前总共有36家困难定下立委进入第2阶段联署，那也有能推动2项公投，希望重设战场。面对定下15已经启动下乡宣讲，那也会月20开始要进行全台8场政策说明会，向民众说明总务3甲在违法的修法关键，希望用在大罢免条之下还手为攻。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来看总统赖清德今仔早起出席国山论坛的开幕，强调讲台湾会继续深化国际合作，甲民主伙伴做伙来强化辉煌供应链。嘛强调讲台湾有国际肯定的民主体制，伫半导体等科技有关键的地位。现场丹麦、斯洛文尼亚甲日本等各国的政要嘛拢表示肯定。另外，南非的外交部无通知咱台湾，就甲官方的网站台北联络代表处改做是台北商务办事处降级处理。咱国外交部嘛随向南非来表达抗议。第8届玉山论坛17进行，拄是总统赖清德伫咧推测智慧国家2.0的政策环境。今年扩大邀请新南向伙伴，抑个理念共款的国家，也配合综合外交，强调台湾甲印太一个世界连接的重要。Today's Taiwan celebrates not only the democratic achievements that are recognized by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but also our strength in the semiconductor and tech industries, which enable us to play a key role in restructuring global democratic supply chains and the economic order. 赖总统表示，台湾的产业将会自过去的西进南向北合。进一步看过太平洋，东渡到美洲，一个全世界各地，强化辉煌供应链一个思维团结，真侪国家拢有响应。True friends need to stick together, and Taiwan belongs to our family of democracies. Maintain the status quo, and therefore oppose any attempt by China to annex Taiwan. I personally, and all freedom-loving people in my country and across the European Union, will always support the right of your democracy to determine its own future. Our mission is to pass on the ties between Japan and Taiwan to future generations. In Taiwanese, Taiwan 有代志，日本有代志。不过，中国继续打压咱国的国际空间，咱驻南非代表处和南非要求。第3个月进前要搬出首都，即马16个团讲，南非伫咧因的官网顶头，甲台北联络代表处改名做台北商务办事处，同时是放伫咧国际组织驻南非的名单内面，对此南方严正的抗议。我南非代表处被迫改名我们还在持续努力吗？还是要月底就要搬了？林佳龙部长已立即指示亚非斯与我国驻南非代表处分别向南非联络办事处及其外交部严正抗议。外交部伫第一时间制度点着应变小组应用，强调未接受南非政府片面违反双边协议的立场。目前正继续秉持对等一个尊严的原则，甲南非政府沟通。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再来看美国总统川普14引用18世纪外国地震法，甲200外个防指控是乌道的委内瑞拉移民迁到萨尔瓦多的家家。虽然联邦法官15紧急发布禁令也毋过嘛是无动落来。有人权律师是认为外国地震法是适用伫战争时期，川普的做法伤离谱咯。在238被指控是委内瑞拉乌邦阿拉瓜火车成员的犯人到萨尔瓦多，将由萨国总统府放出的影像，记录这人员到回应了后，被送去萨国大型的恐怖主义家禁中心。这人被剃头毛、换白色的犯人衫，送入家家。人员当中有23岁萨国 MS-13 帮派人士。根据美联社报道，美国赴萨国插队代票1.97亿，外300个被指控是委内瑞拉乌邦的成员。报道也指出，目前美国无提供证据证实这移民是不是全是帮派成员，或者是伫美国有犯任何罪行。We asked the court to immediately issue a temporary restraining order stopping all removals. The videos, though, do make clear that there is absolutely irreparable harm to these individuals
and that the court was absolutely correct to move quickly to restrain any further removals. 川普政府引用1798年外国敌人法，第2月甲萨克达成转移这移民的协议。虽然美国联邦法院紧急发布14日的临时禁制令，不过这人依然被载去萨克加押。如此宣布，外国敌人法适用伫战争时期，过去捌伫1812年引发战争甲2摆世界大战动用过，而且是国家对国家，不是国家对帮派。Trump administration has ignored that by applying it to a gang rather than a foreign government or nation. And on top of that, the administration is ignoring the immigration laws that Congress has passed that ensure that people can have a right to seek protection against persecution or torture. So at bottom, we have the administration thumbing their nose at Congress. 根据美沙两国达成的协议，这人按算会被关1年，了后会阁继续关。联邦法官下令这个分期遣返，也来调查川普政府是不是违反无过法院的命令。公司新闻张淑芬报道。巴尔干半岛的巴马基顿昨暝一间拍破火烧至少造成59个人死亡，超过155个人受伤。同时大约是500个人在听一场演唱会。初步调查发现，讲这间店无合法的营业执照。嘻哈相连团体 DNK 正伫咧台顶演唱，舞台这个时阵喷烟火，对外面倒边顶头看到天棚开始烧起来，尾啊火就开始摊开，有人用砖头啊比顶头大声喊休。英国广播公司 BBC 比对火灾发生迄当阵的影片，有人想要拍火，不过现场也是人真多，有一个人敢若是无离开，徛伫咧现场看人拍火。Имаше пожар и сите наеднъж почнаа да викат излавайте, бегайте, нели? А само еден излезе. Така да сите почнаа да се бутат и аз бев кај излизо, близко, ама некако ме буднааме на земјата и не можев едноставно, не можев. 火炭正紧，真侪人看办事唔对，想要走时阵已经袂化。这场夜店大火造成重大死伤。死者年纪伫咧14到24岁之间，受伤的人内面有人情形真危险。官员讲，这款死亡根本就无必要。现场初步通报是有1500人，不过当局要定性差不多是500人，而且这间夜店无执照，是非法营业。И оваа лиценца, како и многу други работи во минатото во Македонија е поврзана со мито и корупција. Распишана е централна потерница за 4 лица. 初步的报告，导火原因是冲天式的烟火喷到天棚，因为天棚的材料阁是正较多的。当局讲，正伫咧甲检调单位一个经济部合作，查出这间夜店的资料，也有相关人员。政府宣布全国挨到7天，会开紧急会议调查加追究相关的责任。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来看秘鲁一个渔民哦，去年出海去掠鱼失踪，伫太平洋航行95天哦。伊讲过程中一只海龟、食蛤蚱、甲鸟仔，其中有半个月时间哦，干那啉雨水，落尾哦总算互发现，嘛甲伊救回来咯。降落船的迄一刻，秘鲁掠鱼人哪怕总算确认家己平安回来，甲亲人揽做回口。He sido que me da otra oportunidad, mi Dios lindo. ¿Cómo han sido todos estos días para usted, señor? Para mí fue algo, pero estaba con él, yo no quería morir. 95 días, y llegó a comer cucaracha, pájaro. 61岁纳帕去年12月初7为秘鲁南部沿海小镇马克纳出海掠鱼，本来按算2礼拜，佮准备好所有的食物，不过11了后拄着暴风雨，将伊船带离航线，最后是伫太平洋顶悬漂流，而且船顶食物件愈来愈少，甲能接船顶雨水甲任何用食物件维持生命。Últimos 15 días, agradezco a Dios, después yo voy a hablar, por favor, quiero estar con mi familia. 伊妈妈甲记者讲，后生失踪这段期间，虽然亲情保持乐观，不过已经开始失去希望。亲人通报失联，不过海上巡逻队一直无找到人，一直到12日，一只厄瓜多的巡逻船才伫离海岸1094公里的所在发现，迄个时阵已经脱水，情形危急。哪怕求生的意志是因为对妈妈甲亲人的思念，包含伊2个月大的查某孙，因为伊伫海上漂流的这段期间，生日已经过啊，即马亲人拍算为庆祝生日，也庆祝搁活来。公司新闻恩文玲朋友。过来消息咯，来看电价审议会月底会举行，会来决定4月的电价。因为台电伫去年底哦已经了4229亿，拨补预算嘛，互立法院抬掉咯。
洪社讲台电是望讲会当来起电池，用电330度以下的徛家甲店家嘛拢要起。一般家庭平常时一个月可能爱加100外块的电池。这礼拜会开市场电价会展会，讨论国内4月上新电价方案。况且这摆电价调整对象可能锁定长期一直保起电价，民生主体甲小店头。你较早一个便当50-60块，即摆拢100几块，啊你要起就好起啊，无安怎？啊你卖8钱，你就较委屈的啊。如果要降低自己的消费，就只能减少用电。我们老百姓说实在没办法。无能为力啦。台电是成本结构，目前看起来成本还是比售价高啊，所以台电应该还是会产生亏损啊。必须要把我们的成本资料，我们整个盈亏的状况就呈给委员会，在委员会上做报告。况且台电提出的方案为减少了钱，那这一摆民生用电电价调悬到2004年的水准，主体用电零到120度以内，下季甲非下季用电为即摆每度1.68块调悬到2.1块，那是111度到330度，敢若是下季用电收费每度2.45起到2.73块，以一户家庭非下季每月用电330度来算，因讲是一个月就增加103.95块，一年加支出超过1000亿。我会在会中尽量的把那330度以下的一般用户，就是最底层的那用户，是不是还能够在工厂的范围内，会中大家再来讨论。台电可能要有所谓的配套措施，去告诉这些小商家，他是不是引导他们去走向所谓的时间电价。因为国内工业用电已经真侪摆起价，按算即摆调幅有限，按过用电价公式来看，每一摆起的幅度上限是3%，转年2摆起的上限是6%，起的幅度是不是会破破电价公式的上限？要搁等电价审议会来决定。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来看卫生福利部推动个别病院总额的新制度，传出讲部分医学中心可能会起挂号费。部长邱泰源今仔是表示讲，外界风声讲台大甲成功病院的挂号费会起，也毋过伊确认过这2间病院目前是无起挂号费的计划。医改会嘛呼吁讲，新制度实施后，就要特别注意敢有下体病人的状况。今年2月中，类流感的疫情严重，急诊的门口显示病床已经满啊。不过，要是持续有患者来要予医生看，为着落实医疗分级，卫福部推动个别病院总额新制度，各间病院年度健保的点数超过前一年的，会拍折甚至是未给付。台北区4月份实施，有风声讲台大甲成功病院这2间医学中心，因应财务的冲击，可能会调整挂号费。目前没有调涨挂号费的计划。4月份的医院个别总额如果上路以后，我们发现在4、5月份的整个医疗的需求，跟我们去年同期的医疗需求是接近的情况之下，当然就不可能有进一步的因应所谓医院个别总额的任何措施。我们也了解，台大跟星光并没有这个计划。我首先说明，个别总额以后，再加上我们区域的合作，这样就会形成一个非常好的分级医疗的体系。那我想这个我们过去在其他企业都有经验。卫福部长邱泰源回应讲，台大甲成功这2间医学中心并无调整挂号费的计划，也搁一再强调讲，个别病院总额新制度会当管控健保的资源。过去伫其他的所在效果嘛袂歹，对急重症嘛有真侪保护的措施，未有下体病人的问题。强调总额加上区域合作，希望会当落实医疗分级。呼吁健保署应该要监测上路后是否有不当的转诊以及医管措施，那同时也要辅导院所来强化分流转诊、集中症照护以及整合医疗等方案。医改会指出，过去医学中心初级照护率有6成至7成，新的制度确实对保障重症患者紧急的需求有帮助，不过嘛要确保中度的病人因就医的权利。卫福部要好好观察新制度实施了后，患者感受得到好的照护。公视新闻综合报道。今仔早起，内政委员会审查纪念日假实施条例草案，在野立委是提案讲望开放2天7天假，也毋过内政部长刘世峰是表示讲，伫顶会期的公听会，专家学者甲立委并无共识，这应该爱阁好好讨论。
台湾去年劳工年总工时达到2000块30点钟，伫亚洲今日排伫新加坡的后边，正做劳团眼中的过劳之岛。国民党立委力推刑假互民众恢复劳工7日假，成为这个会期优先的法案。内政委员会8日早起排审纪念日甲实施条例草案，总共即有26个立委提案，上少增加1日，上多是9日。台湾人的工时太长。第二个，行宪纪念日绝对有必要恢复。纪念日及节日实施办法缺乏法律保障，导致放假标准不一致。国民党立委陈玉珍提出823纪念日放假，提醒台湾人是伫战争甲和平的关键时刻。无党籍立委高金素梅是提案增加关注民族日，不过内政部指出，全年放假日佮加上1礼拜休2天，一年会有115到116日放假，已经是国家共识。部长刘世芳也表态，所看下产品伤过大，无希望凊彩立法。如果没有很大共识仓促入法的话，恐怕会造成比较多的疑虑。就这个意义价值得到共识之后，那我们再去处理要怎么来纪念或放假，放假只是形式之一而已。刘世芳强调，7日假不是一个真正的议题，顶一会期公听会无共识，而且牵涉劳动关系改善。国内目前除了劳动节、军人节甲原住民岁时节日等特定身份以外，其他全国纪念日甲节日放假已经是拢差不多同款。建议经自社会共识了后，搁再规划。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去年4月初3大地震哦，互华人的观光经济是稀累咧。受影响一寡民众的日子真歹过，所以公所决定讲，一人要发2000块纾困，计共是有17000外的民众通领到这笔钱。为免领秀林乡公所发的2000块进行礼金，不少乡民透早就去公所排，希望赶紧获到补贴生活。乡长甲乡代表也拢伫现场协助，民众领到钱了后，拢真欢喜。我们这里部落的人啊，很需要这样的一个经济的来源啊。那现在外面也找不到工作，带孩子去看病啊，买布鞋啊。控3强烈地震了后，秀林乡真济做服务业或者是临时工的民众收入减少真多。经过乡民代表会决议，用产业回馈金存的钱来发进行礼金，总共3000万，有17000个乡民受惠。秀林乡的振兴礼金2000元，虽然不多，但是全乡要花掉我们3000多万的一个财源哈。那原本是去年要发，因为来不及，所以今年才有发送。另外，乡长阁烦恼劳动部甲原民会推动的403真在受影响事业单位稳定雇用训练奖励计划特别到期，到时阵恐惊还有真一人要失业。中央它的限制只能在1整年，4月、5月、6月之后就没有办法再继续支持我们现在失业的一个状况，但是要拜托我们的中央我们的劳动部以及我们的原民会再继续给秀林乡支持。秀林乡公所强调，根据以前发礼金向前14个月模式，那实际控制4年11月30进前，涉及秀林乡的民众拢能申请，发的时间到3月28，请乡民把握时间来领。公视新闻华联报道。布袋戏哦是真重要，咱台湾的传统艺术。台北奥戏馆甲法国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合作，伫校园哦办布袋戏的展览，嘛，互学生亲身来体验，要互外国人嘛来了解咱台湾的布袋戏。伫台顶请红仔用台湾原创的金光布袋戏三甲六日的八馆，大概外国人看甲真有趣味。台北奥戏馆馆长亲身示范省大将月跳的操作技巧，嘛则坐台湾布袋戏红仔来到法国互民众体验。意大利的还是法国的原本的传统的布袋戏，用手咧表演的这个红仔，因是通常拢无骹，大部分啦，所以因的骹步手路较无像咱台湾。会去模仿人会行路方式，比如讲一个小段，一个查某伊行的方式，甲一个老人、甲小生拢无共款。差不多2-3年前开始有一个想法，我要甲布袋戏捡起来吼。这样的时阵，我就是看布袋戏大汉的，我拢会想讲，因为这个记忆吼，其实拢是留伫我的心内。
3月，台湾舞戏馆和因那个法国东方语言文化学院的台湾老师刘典甲合作举办交流活动。馆长蔡耀伟表示，欧洲一寡国家用手艺红仔因为无卡，所以动作无遮优。伫咧交流现场嘛，引起真侪人的兴趣。刘典甲嘛，互学生亲身参与导览，深入了解台湾本地戏。伫咧法国巴黎，因那个毋若是有开台语课，即马就连台湾的本地戏，我那是搬来到遮来，要互来参观的民众了解讲，啥物是台湾的本地戏。有学生讲，以前敢若伫校内体验过本地戏，毋过后来到台湾做交换生的时，亲身感受到本地戏的水甲音乐性，互伊真难忘。C'est très joli, la musique est très intéressante, les décors sont très beaux et je trouve que c'est vraiment une super, c'est une très belle culture et ça représente bien Taïwan. 台湾舞戏馆即届除了伫法国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办展览，也有研讨会甲本地戏体验工作坊，希望互来参与活动的民众了解台湾本地戏这项艺术迷人的所在。记者卢尚如、林晓凯伫法国巴黎的采访报道。来看台语是一个方言歌，2070是作家李碧清上新的创作，用诗来想象2070年台湾的少年人感觉听有台语的。即届透过全台语的有声册望大家哪听诗、哪看诗，嘛哪学台湾字。伊用几若款地球话，甲遐个外星人小借问，听讲其中一句是“食饱未”。用趣味的声调，甲诗念出来，这是作家也是大师大教授卢美清上新的有声册，或者方言歌2070，内容想象着2070充满机器人的世界，歌册人和地球人用一句日常的食饱未拍招呼，这样日常的话说互台湾的少年人听甲雾煞煞。岛上的少年人，大家都咧问，迄啥意思？咱希望咱即马一定爱拍拼杀，以后较袂像真正有言的安尼，到2070，连太空人拢咧用即句话咧甲你小借问，咱煞拢听无。即届卢美清甲时间设伫2070年，主要是要向1970年代台语诗人致意。伫咧迄个施行国语政策的年代，向阳老师开始用台语诗创作。到2070年100年后，卢美清咧想，到2070年咱台湾的世界会变安怎？咱的母语是毋是已经互正成功啊？也是已经失传啊？对咱的台语文学史来看，台语诗、台语的诗歌的发展。就是为1970到2070这100年，到底咱对一个遥远的未来来看，现处时的台语文化展，伊到底行向倒位？一本全台语的有声册，内面有卢美清的红赛和因两个后生的配音，伊笑讲后生的声音听起来有淡薄臭奶呆。有时妈妈是妈妈，有时是师啊，做侪时阵是师啊，则掠公司袂起笑。卢美清希望透过这本册，鼓励更较侪父母来做母语家庭，坚持讲台语。互2070年的台湾是一个讲母语的台语世界。记者戴阿轩、谢桂玲台北报道。来看高雄市小港临海产业园区昨下晡有柑仔色烟一直沁出来。高雄市环保局稽查发现，讲是中石化公司摆的。虽然空气品质检测是有合标准也毋过环保局嘛是会来对中石化开罚单。这侪人传的哦。呀，拢徛过的人，拢会跑出来啦。居民闭着手机内底空污画面，讲昨日下晡中石化就是称这款柑仔色的烟。同一个时间，环保局 AI 监视系统随通知有无正常的排烟状况。工厂一直清出柑仔色的烟，因派人去现场了解检测，发现是中石化的环境通过制定设备异常，空污防治设备无正常运作，才会排放这款柑仔色的氮氧化物。氮氧化物在高浓度下为有刺激性的气体，那环保局立即派员进行稽查，也到下风处进行环境的监测，那相关检测数据均符合空品标准。加在这场空污事件大约1点41分就恢复正常，不过有真侪居民唔是唔知，就是看到网络人讲才知。居民讲，拢无人甲因讲发生啥物代志，敢爱做啥物款的预防措施，尤其看到这款柑仔色的烟，是毋是有毒，敢会爆炸，互因是愈想愈惊。拢无听到。都没有广播，爱惊吼。加减的污染啦，对家的身体健康多少会影响啊。对啊，感觉足恐怖，对哦，你啊爆炸起来，真正大家都迄度啊，走袂离啊。走有毒啊无吼？有，
嘛是徛伫大南部落去，足可怜的啦。环保局强调，意外发生的事是透北风，污染物主要是吹对海面去，即时的空气品质监测也拢符合标准。不过因为中石化小工厂无做好相关的设备运作管理，会按照空污防治法处罚，相关会当罚到2000万。记者柯家族柯昭雄高雄采访报道。2021年10月，高雄盐埕的城中城大楼火灾，造成40来个人死亡。政府嘛启动跨区段的定收，要去出现安置社会主体来安置城中城的受灾户。伫2档外前动土，最近传出讲工地已经停工5个月了。国家制度中心嘛证实讲是包厢有状况，今年2月已经解约，4月会重新来招标。17号上午前往七庆安基社体现场拢无人，按照告示牌标示的电话打电话去问，新泽林台湾力健科技公司甲工地负责人敢若回复已经停工，就挂掉电话。HB 制作完成后，工程持续有延宕的情况发生，所以中心就为了避免这个进度是持续落后，所以在去年9月就启动这个终止契约的协商。七庆社体由国家徛岛中心负责，去年6月开始，因为建筑进度延宕，徛岛中心真侪届韩文催请嘛无积极来履约，已经伫2月甲业者终止契约。现场地下连续壁的工程已经完成，伫解约定数期间，依然有进行着建筑设计作业。只知道说什么建商跑掉这样子而已啊，一方面是比较便宜，现在你物价都已经提高很多了，就是一方面就较俗啊。较少你就去抽啊！这位社体伫2档前洪工来动土，预计民国117年要完工，会起606户，是高雄工业城跨区区段征收的第一案。重要目标是要来安置伫城中社火警的受灾户，其中无房无地人会当优先来承租。即马说传出为去年10月停工到即马，市府社会局表示，民间捐款补助城中社伤者甲受灾户的租厝、移迁等等的补助，已经核定到116年9月，七庆安基目前还未完工，嘛无开放申请，会持续运用善款来协助因生活安定。公司新闻王刘庭明、赵宽共报道。再来看台中水南的中台湾电影中心伫2023年的9月改名做台中流行影音中心，有民众讲完工4档外拢无营运，已经真做是忙啊惯咯。市政府表示讲，台中流行影音中心已经伫去年的9月甲厂商签约，10月就点交，按算2026年年底进前会开始营运。建筑外观看起来真大班，阁有设计感。台中水南的中台湾电影中心，2023年9月改名做台中流行影音中心，不过到即马外口，拢是为着位置并无动静，民众讲起好无法度开放，安尼做法实在是无彩钱。你至少你可以供老百姓使用，对不对？但是现在你放在那边也没有用。虽然主体建筑完工，不过长时间拢无使用，楼梯嘛已经发臭，户外硬体甲建筑拢已经生锈。议员表示，虽然改变规划方向，不过到即马，水南金茂园区真侪项公共建设拢还未建伫完成。完成的场馆管理一坑遐尔侪年，等于资源浪费。烦恼台中市搁加一间蚊子馆，到现在已经完工超过4年了，旁边还围着围篱标准的蚊子馆。浪费了市民17亿的纳税钱。市府表示，台中流行影音中心开了17亿，2020年12月完工，2021年6月嘛已经完成验收。经过真侪次招标了后，去年9月甲厂商完成签约，10月完成场地点交，就以 OT 的方式来规划经营，希望除了电影以外，发展成为多元化影音交流中心，将积极的引入国际知名的动漫及电影 IP。并规划科技互动、沉浸式体验的空间，还有国片艺术院线的影厅、多功能展演等空间。市府表示，民众对着影音的阅听习惯改变，就会引进包括着动漫以及游戏等内容。初期投资计划是4.05亿，预算上紧，2026年年底对外来营运。公司新闻台中报道。婚姻馆饲蚵仔的面积有上千公顷，面对市面上有进口蚵仔改做台湾蚵仔卖，渔业署伫推动产销履历，嘛拍算要对源头开始来管理。婚姻馆政府农业处嘛表示讲，已经积极要辅导养殖户通过认证。当对外海收成回来的蚵仔，一面一面沁出来了后，随包装做规地准备出货。
不过这几年来，常常有进口的蚵仔套揽伫咧台湾的蚵仔内底。为着避免这款情形，农业部渔业署等单位积极辅导在地蚵仔农加入源头管理，证明来源是国内的蚵仔。目前云林县已经有头一批蚵仔农通过认证。伊会来甲阮看，来叫阮要出去看阮的养殖区啦，看看了的整个流程，阮安怎运作，倒来家了安怎开蚵仔，安怎包蚵仔。认证的话，他们还是我们要有那个贩养登记，然后贩养量，那还有我们实际销售的情况，到是不是收购我们自己本身自己自产自销的能力。云林蚵仔养殖协会表示，这几年来大量境外蚵仔套揽伫咧台湾蚵仔当中伫市民卖，严重冲击到本土饲蚵仔农民。未来乃当发现云林在地产地品牌也是标章，搁再搭配来源的条码也是产地履历，就当方便消费者辨识产地来源。我们辅导养殖户申请溯源标章及产销履历。目前溯源标章的申请户有56户，产销履历有39户，面积高达82公顷。那为了消费者的食安，我们近期辅导我们的养殖户。农业署表示，云林县放养蚵仔的面积大约有1000公顷，不过这几年受到气候变迁、人口老化欠工的问题，造成饲蚵仔的产业落寞。乃当推动追踪来源的条码，也是产销履历，用来发展自有品牌行销，对当互传统饲蚵仔的产业转型，增加收入。公司新闻综合报道。桃园伫2017年领先全国强制刷石仔车都爱加装 GPS 系统，8天来嘛查到608件违规碳绘图的案件。年底进前佮拍算要来引进 AI 系统，那会当事后追踪未来只要车辆停上过久，就会来发出警报，会当马上去查，都有预防的效果。桃园这个农地去用检举，有人直接倒垃圾图，监管处查到下量业者都爱停工。桃园市2017年创全国大胜，强制刷石仔车都爱按 GPS 来追踪流向，不过主要是采取事后追查的模式。地主真侪农地互破坏了后，才介入处理。有机关认为讲应该提高罚则，加强追查等等的方式同步进行。龟山区因为临近双北，而且工业区多，时常有违规的情况产生，所以我们希望这个 AI 工具可以联合这个车辆的行经轨迹随时通报，并且及时联络地方的警察通报系统。应该加装监视器，确认营建废弃物或者土石方都有进入到该场所。那么第二个，应该加重罚则，要用刑法，而且要当场扣车扣人。根据市府统计，2017年到去年8年来，拢总查到608件违规倒垃圾图的案件，裁罚3515万，平均一年违规的有76件。虽然最近这2年有减少，不过去年还是有62件。依连段管理无确实，占4成是上济；无按计划路线来驶，占3成；违规倒垃圾图的占17%，其他的是车内底无按 GPS 等等。希望可以透过 AI 的技术，只要轨迹有异常的状况，我们就提前的预防做管制，希望可以做到防患于未然的效果。为了阻挡业者乌白倒垃圾图，监管处表示，刷石仔车都要按 GPS 做轨道的录影甲管理。目前主要是采取事后追查。今年第4季希望会当加入 AI 的系统，未来只要车停伫遐的情形无啥正常，第一时间就会发出警示来通报。而且详细结合地质资料、甲历史违规的记录，会当建立预测的模型，辨识高风险的区域，化被动差值变做是主动预防。公司新闻综合报道。长期关心台湾居住正义的学者调查发现，讲伫6都是以桃园市和台中市民众居住的满意度分数较悬，台北、新北还有高雄因为厝拢较旧，满意度是真低。厝价悬又搁细间，互想要买厝的台湾人压力真大。有长期关心台湾居住环境的学者，针对6都做一份居住满意度的调查，发现桃园市的分数是上悬的，搁来是台中、台北、新北、台南和高雄市。研究团队认为满意度和厝龄有关系。桃园的平均购屋年份呢是落在106年，所以可见来说，这个桃园的买的房子其实相对的比较新一些的，其实一定是比早期年代的建筑物的品质来得更好的。
学者指出，这是因为台北市两林区厝价悬，受到经济负担的限制，会当选的就有限，有一好就无两好。但是若是用租厝的，就当选较新的厝，较好的地点甲环境，居住满意度颠倒较悬。相对他住的区位地点是比较好的。OK， 相对于买房子的人，他可能相对比较住到远一点，买比较远的地方，所以他的区位的邻里环境，他显然高于自有的满意度。针对这个调查，学者建议，若是要提升居住满意度，政府会当甲细厝的市场做好。另外，调查也发现，民众对旧厝满意度增加，对光线、建材品质拢有疑虑。报告也显示，现代人买厝注重的是空间大小、清洁和社区安全管理。学者建议政府要赶紧针对旧厝规划、都市更新、拆除重建和整修维护，来提升居住的品质。记者第二选柯敏哲台北报道。全球空气污染恶化，瑞士一间公司的报告是指出讲，全球只有7个国家空气的品质符合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南亚甲非洲空气上歹。蒙古首都乌兰巴托日头出来，接触过都市顶悬白茫茫的雾色，这毋是啥物浪漫的云海，是严重的空气污染。每年冬天大量烧土炭，提供烧气的高峰期，乌兰巴托的 PM2.5 平均浓度达到世卫组织安全水准的27倍。伊若就算上体育课也挂喙暗，体检已经成做5岁以下囡仔的第2大死因。全球138国家的监测报告点名整体空气品质上害5国，分别是查德、孟加拉、巴基斯坦、刚果民主共和国。往年印度只排第5，拢是非洲甲南亚的国家。主要原因是沙拉沙漠的沙尘、烧农地甲粪扫，还有高污染的化石燃料。चादर ढकी रहती थी पूरे शहर के ऊपर, सांस लेने में दिक्कत और गले में खराश, काफी अस्थमा वाले लोगों को, दर्दियों को काफी दिक्कत होती थी。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的 PM2.5 浓度，敢若7国合计，分别是大洋洲的纽湖、加勒比海巴哈马、巴贝多、格瑞纳达，还有澳洲的爱沙尼亚甲冰岛。So we're seeing that slight improvements are being made. Mostly those are coming though from the very developed countries, right, where you see the transition from combustion engines in transportation to electric vehicles. I think we're seeing some of that, and where we see some of the power generation now switching over to cleaner sources too. 长期受污染的空气会有呼吸系统疾病、阿兹海默症甲真一种癌症。世卫组织估算每年会有700万人死亡。目前全球90%下人口住伫空气品质无合格所在，各国政府要赶紧行动，摆脱化石燃料热能转型，防止森林野火等灾害，减缓地球暖化，同时促进人民的健康。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下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2度，上悬14度。中部地区上低12度，上悬16度。南部地区上低15度，上悬20度。东部地区上低13度，上悬17度。外岛地区上低8度，上悬16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